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2月17日，耶稣说成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 RPG 的金句记载在30节。尝过后说成了，于是他垂下头，气就断了。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提出10个观点中的第7，圣经阐述了天国的盼望。今天我们的经文也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天国的盼望，是因为有一位爱我们、为我们降生的耶稣，然后长大走上这十字架上被钉，为我们付出生命代价，为我们死的耶稣，以致我们有天国的盼望。那么这位耶稣他是怎么为我们受苦，今天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以沉重的心，但我们又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每一次读主耶稣被戏弄被凌辱，我们心很痛，但我们也因为知道这一位耶稣为我死，我怎么为他而活？他为什么为我死？他为我死的意义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经文一开始就看到比拉多把耶稣带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在世上没有最标准的人，没有罪，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一个无瑕疵、无斑点、最合神心意的人，但确实被百姓们羞辱、抗拒，甚至钉死。这段羞辱耶稣的记载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读，因为每一个苦都是真真实实打在耶稣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原来是我们要承受，他替我们承受，甚至吐口水在在耶稣的身上。这种侮辱好像说，神的儿子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谁，我尽管的羞辱他，你看这位神能拿我怎么办？求主来怜悯，求主来怜悯。不是这位主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跳下来，而更是他愿意为我们死，是完全没有罪替代我们。当我们将来要被审判的时候，唯有耶稣有资格，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成为人，却跟我们不一样，是他没有罪，但他却愿意替我们死，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赎回我们。耶稣也是一再被弃绝的他是神的儿子作王，却被丢弃弃绝。我们看到今天经文，这些百姓宁可要这些土匪匪徒巴拉巴，他们宁愿要巴拉巴土匪，不要耶稣，说要除掉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被弃绝，我们是不是也感受到，我们也弃绝过这位耶稣吗？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更谦卑的来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生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像这些弃绝耶稣的百姓吗？还是我们愿意跟随神？过十字架道路的生活是不容易，但这位主他已经走过，他得了荣耀。跟随他的人，我们也要跟主一样有得胜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的那个荣耀，也要充满在我们愿意成为神器皿的人的身上。我们看这位主他怎么被定，他被带到骷髅地，哥哥他被钉在那里，他们给他一个牌子，有3种的文字写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3种的文字是希伯来文、罗马希利尼文，代表3个最强大的势力。希伯来是宗教的世界，罗马是政治的力量权势，希利尼是讲到当时候的文化。所以不管是宗教世界、政治世界、军事文化世界，他们都在这里见证耶稣基督是王哦。因为这上面牌子就是写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牌子虽然是挂的人无心，但它却是一个宣告，是啊，是一个宣告。虽然犹太人的祭司长要求赶快改，但是比拉说我已经写了就写了，不改了。你看这位神掌管历史，掌管一切他话语的这位神，他赢了。即便他在十字架上有3个人，耶稣是其中一个，耶稣是代罪的羔羊，而另外一个呢，到死都不肯悔改，终究要沉沦，面对永远审判。而另外一个呢，因为看到耶稣而要得救。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被主救赎的人，我们要感谢神，好不好？我们每一次在读耶稣受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来看主耶稣怎么安静甘心在那边受辱受苦，到最后受死。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完全遵守神的旨意，而且在我们看到这里经文说逐一应验圣经的预言。最后的十字架7句话，我们也来一句一句的读到我们内心里，神来光照我们。最后我们也要问，十字架上我们应该要面对调整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是什么？这些兵丁啊，在主断气之后，就是他打断，他这里提到主耶稣因为断气断得早，所以他免被打断腿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以色列他们人死，就是说十字架人死并不是血流光的死，而是因为人被挂在那里上下分开，肺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死都是窒息死的。当人到最后血跟水分离的时候，心肺呼吸上的困难会造成人会窒息。我们看到那个西方的十字架上都是漂漂亮亮的其实在那里是非常的痛苦的。耶稣被砸所流的血含水的意义，
要告诉我们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行，使我们可以算为无罪。而水，他流的水让我们可以成圣，使我们因着基督的血，而我们的生命渐渐走上成圣的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体安排在新坟墓里面的意义，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怎么样子勇敢把主的身体来放在新坟墓里。约瑟跟尼哥底母以前都是偷偷的暗暗的做主的门徒，但今天他们不再暗暗，不再害怕，他们非常勇敢去把耶稣拿下安放。我们知道吗？那时候主耶稣的门徒早就四散逃避，都不敢出来了。但这两位却让他们所敬爱的主，他们勇敢站出来，他们把主给安放在新坟墓里。所以这些事之后，在38节说这些事之后，就是他们亲眼看耶稣怎样勇敢的去面对十架，怎么样去为我们定死十架的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征服掳掠了人的心。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爱我们，先爱我们，而爱使人刚强，叫人勇敢，勇于付出代价。这就是主的爱激励我们。愿主来十字架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验的话，都在我们身上也启动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给主用，愿意为主而活，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耶稣被钉十架这个熟悉的故事，我们这一次读的时候，是否有新的感动？是否有回流的爱要更新奉献给神呢？我们决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有复活的主。谢谢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短暂的生命有了动力，有了走向十架的动力。谢谢你总是知道我们，你那美好的应许也将一一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今天我们活出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荣耀，因为主与我们一起哦。我们明天见。